又嚟到哪吒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而家順利盤旋咗啦，佢而家降落緊19號跑道，開唔到起落架失靈。順利降落武安機場，但係佢衝出跑道撞上圍牆，之後剩返最後2人生還。出事嘅原因係因為佢着陸武安機場嗰陣冇開到機轆，起落架失靈，之後佢就撞向圍牆。如果圍牆唔喺嗰度嘅話，就唔會撞向圍牆，就係衝出機場啫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，拜拜。